好，感谢伊辉为咱的解说。即马咧，咱要来看即个台南，其实嘛同款是透风落雨的天气。今日上大的阵风有9级，伫咧岸边有几排10几丛树啊，拢互风吹甲歪高起撮，也有人是骑奥多麦出去买物件，煞险险啊，互风扇倒去。上新的情形，咱要交互现场的记者李成武。 时阵，即摆记者所在所在伫咧台南哦，即摆大家继续关心讲即个小犬风台带来的影响啊，即全台拢受到即个警戒的部分，而且讲台南今仔日有9级到10级的阵风啊，会使看到记者后壁即种新起的大楼哦，原本哦叫做树啊是原本是好的哦，啊，结果讲即个风台雨上，即个风上头规个甲伊扣起来，甚至讲做甲呢东倒西歪哦，规个害了去，是讲车道顶悬嘛有树啊，造成讲无法度通行，另外讲嘛有工程的物件拢落甲规死架。 啊，目前工人是抢救当中，啊嘛惊讲造成危险。另外讲外口的风是不遮透，也讲啊路上有民众骑车出来时阵，因为讲风伤透，造成讲基本就无法度骑顶动哦，只好讲就先伫咧路边等风甲熄了后，甲继续行来听民众上新的讲法。这一次好像是。 今年经历到最强的风势。我骑车要出去，然后风很大，然后就摔下来了。在地民众是表示讲，今仔日风是透甲会惊人，那今仔日风台是上晚间影响上大时阵，目前台南主要都是受到风势甲大影响，除了讲有树啊倒去，另外讲嘛有空棒一直摇，公务局是赶紧派人来处理。气象局估计今仔日暗时风会阁增加，再来外围环流南部嘛带来一寡雨水，风台天民众是尽量莫出门，定爱注意安全，唔通放。 娃娃，以上是记者李新武伫台南的连线报道。